而係可以放假。我慶祝聖誕節係因為可以放假。係我可以收到好多聖誕禮物。而係去慶祝耶穌嘅降生，我哋應該要歡迎佢，因為佢係我哋嘅救主。耶穌降生，耶穌嘅出生，紀念耶穌嘅誕生，是慶祝耶穌出生，慶祝耶穌嘅誕生。聖誕節對我嚟講有重大嘅意義，因為喺呢一日係耶穌降臨嘅日子，耶穌之後會救贖我哋，保護我哋，令我哋唔好受傷。我會送一間屋，因為如果我唔送嘅話，佢就只可以瞓喺馬槽度。嗰啲嬰兒食嗰啲零食，咁樣佢應該好開心。我會送橙給耶穌，因為我想耶穌健康啲。我會送一部 iPad 俾耶穌，因為佢可以用 iPad 嚟創造啲嘢。我會揀金錢，因為耶穌住嘅地方係好窮嘅。我會送一隻玩具熊啤啤俾佢，因為佢係一個 BB， 我想氹佢開心。我就會送一支筆同埋一個筆記簿俾佢，因為佢可以每日都可以記錄翻佢做過嘅嘢。T-shirt 俾佢，因為可以容易啲型。我會送朱古力同埋芝士俾佢，因為我覺得對佢嚟講會好好食。我會送一部遊戲機俾佢，因為我唔想佢咁無聊。我會送佢去學校，未來可以揾到一份好工，令到佢嘅收入更大。我可以送耶穌功課，因為可以幫耶穌學習知識。一個老師俾佢，因為老師可以教佢。我要送一幅畫俾耶穌，因為我認為呢幅畫會承載着我哋耶穌嘅愛同埋重視。我就會送愛，因為有時候我驚佢會俾人排斥，所以愛對佢嚟講都幾重要嘅。我會送我嘅信心俾耶穌，因為我想祝福耶穌。給一個大大的愛，因為他就是我們的救主啊！從前我淨係一個平凡嘅女仔，住喺一個安靜嘅小鎮，夢想住未來簡單嘅生活。直到嗰一日，天使嚟到我嘅面前，佢講：我俾揀選啊，要為一個特別嘅孩子，上帝嘅兒子啊！我心入面好驚，我仲咁年輕，點有可能擔當咁嘅事呢？但我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嘅平安充滿住我。於是我講，我願意。最開始嘅幾個月好唔容易啊，約瑟唔明白，鄰居們喺我背後低聲議論我，但係約瑟係一個善良嘅人。天使都喺夢入面同佢講完嘢之後，佢握住我嘅手講：唔使驚，瑪利亞，我會保護你哋。於是我哋就平安咁樣期待耶穌出生啦。後嚟我哋不得不長途跋涉去伯利恆，路上好辛苦啊！我成日都要停落嚟休息。肚子入面嘅小生命輕輕咁樣喐，好似喺度提醒我：媽媽，我與你同在。到達伯利恆嘅嗰陣時，天已經全黑啦，我個背脊好痛，BB 就快要出世啦，但係冇房間。一個客棧老闆同情我哋，讓出咗馬棚，就喺嗰度，喺乾草嘅氣味中，喺動物溫柔嘅呼吸聲入面，我嘅耶穌誕生啦！我永遠都會記得嗰一刻，我用布將佢包起嚟，放喺馬槽入面，佢細細嘅手指握住我嘅手指，眼睛好似最深嘅夜空一樣純淨。就喺嗰陣時，牧羊人嚟啦，佢哋話佢哋見到天使成群，聽到天軍歌唱，在至高之處榮譽歸於神，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。我抱住佢，睇住佢瞓覺。呢個世界都仲未知道，呢個瞓喺馬槽入面嘅 BB 將會改變一切。佢唔係帶住權杖同埋軍隊嚟嘅君王，
佢係帶住愛嚟嘅。喺我哋最平凡、最需要嘅時候，上帝嚟到咗我哋嘅中間。而家當你哋睇到聖誕嘅星星，請記得最偉大嘅禮物往往包裹喺最樸素嘅外表入面，而愛總係喺最意想不到嘅地方找到回家嘅路。喂，等我同你哋講啦，琴日夜晚真係嚇到我羊毛都要豎起嚟啦。我同平時一樣，帶住我啲羊喺山坡度。夜晚涼浸浸，我包住件袍瞌眼瞓，羊仔就喺隔籬咩咩叫，突然唰，成個天光到好似中午咁啊！我當時腳都軟埋，直接撲通跪喺地下，我嘅羊都嚇到縮成一團毛球啊！然後一個唔係啊，係一大群發光嘅天使，成個天都係，佢哋嘅翅膀閃住銀光，將成座山照得好似日頭咁樣。最前面嗰個天使開口講：不要怕，我有個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訴你們。今天在伯利恆，救主為你們誕生了，你們會看見一個嬰孩，用布包着，躺在馬槽裏。真係喺嗰度啊！一個年輕嘅媽媽，一個溫柔嘅爸爸，仲有一個啱啱出世嘅 BB 啊！佢瞓喺個馬槽裏面，用普通嘅布包住，瞓得好冧啊！講出嚟你哋可能唔信，但係當我看見個 BB 嘅時候，我突然明白天使所講嘅平安，唔係打仗贏咗嗰種平安，係嗰種心裏滿滿嘅、暖暖嘅，好似被羊毛氈包起嚟嗰種平安。下次聖誕節你哋聽到天使嘅歌聲，可能喺歌入面、鐘聲入面，要記得真係有天使對我呢啲咁普通嘅人唱歌㗎。不論貧富、種族或國籍，耶穌誕生嘅呢份最好嘅禮物係送俾我哋每一個人㗎。孩子們，你哋曾經有冇追過一粒星星，行咗好遠好遠嘅路？我嚟自東方，係研究星象嘅學者。喺嗰個改變一切嘅晚黑，我同2位同伴喺觀星台見到佢嘅星。嗰粒星與眾不同，佢唔係靜止喺嗰度，而係喺天幕上溫柔咁喐，好似召喚，又好似指引。我哋揾遍古老嘅羊皮卷，查證咗預言，有一位君王將會喺猶太升起，於是我哋知道必須去朝見佢。我哋帶上最珍貴嘅禮物，黃金獻上君王，乳香獻上神聖，沒藥預示着佢將為世人承擔苦難。路途漫長極啦，我哋騎着駱駝穿過沙漠，朝頭早頂着烈日，晚黑披住寒霜。有時風沙漫天，幾乎見唔到嗰粒星。我哋先去耶路撒冷，自以為君王會誕生喺宮殿。希律王接待我哋，表面熱情，眼神藏着不安。佢請我哋揾到嗰個小朋友之後，冇必要回報。我哋離開皇宮時，心中已經有咗警覺。之後嗰粒星又出現啦，佢喺前方引路，最終停咗喺伯利恆一處簡陋嘅住所上方。我哋行入去睇到嘅並非我哋想象中嘅場景，冇錦緞，冇王座，只有一個年輕嘅媽媽
一個樸素嘅木像，同埋一個瞓喺馬槽裏面嘅嬰孩。但係當我哋跪低打開寶盒嘅時候，心中冇任何失望，相反，一種前所未有嘅確信充滿咗我哋，就係佢就係我哋嘅君王啊！我哋獻上禮物，唔係因為佢缺乏，而係因為我哋真心真意想獻上。我明白啦，真正嘅君王唔需要宮殿嚟證明自己，佢就藏喺最平凡嘅人間。嗰日嘅夜晚，我哋都喺夢裏邊得到警告，唔可以回報希律，所以我哋就從另一條路返家鄉啦。所以小朋友啊，當你哋喺聖誕樹頂見到嗰粒星嘅時候，要記得佢唔只係一個裝飾，佢曾經好真實咁照亮過道路，指引嗰啲願意去追尋嘅人，走向最意想唔到嘅答案。愛以最柔軟嘅模樣降臨喺人間，願你哋心中永遠都有一粒指引嘅星，帶你哋走向光明同埋善良。呢個就係我哋遠方嘅追星者，帶返東方最珍貴嘅故事啊！